借给后续，我们来用我们活动一下筋骨，拍一下手，好不好？手，好，活动一下啊，热络一下筋骨，活动一下。无有主义的快财，能力甘在我心间，对你不安对连连，奈何要说在这边，不应万里修个遍，心下会，心下会，望修行善。如彼都谈还干忙，红高最先干忙，莲花富贵卡稳当，当愿你最出马，修得相喜安家同，咱家孙人大端，花对吉祥。随我小心对莲流，今夕不休何时休？不想那个修难留，家孙相配红酒，你是有会对红流，相识想，相识想，还去无等住。各位学姐，那我们今天就带上到这边，谢谢各位学姐。伊个上咱道我的时间就到这，我祝各位在红心开健康欢喜，长我谢谢。好，各位学姐。感谢讲师慈悲，钱到一鞠躬，分到一鞠躬。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讲师慈悲。接下来我们全部前人慈悲。请付前人慈悲，钱到一鞠躬，婚到一鞠躬。付钱好，付钱好。各位，咱再开始哈，咱开始好什么？阿弟啊，你要不要等呢？我想阿阳来再等下了。大家晚安了哈。咱讲啦，唱的比讲好听啦，大家都爱唱嘛哈。其实这个唱吼，迄个叫做流行歌曲吼，迄个唱歌就是爱流行啊。咱把迄个歌曲、迄个艺术吼，那个流行道理啦。
道理就爱流行啦，透过着首歌曲来甲流行出来安尼啦，听得到地咱想讲，阮爱上人咧迄个啥啦，迄个入灶中到时拢有中电脑念法啦，念法是无好食，阮去个人脑的人迄个刷味的，你听有人迄个公车边迄款的，迄个人就卖3工安尼，迄个人就去做好食，但是安尼消灭完，种个人迄个真好食安尼啦。所以有阵听道理听得真熟，对不对？若透过这小巴掌的这个歌词甲流传出来，安好唔好？安就做好听啦但是伊内底意义足重要。当然，迄内底意义就是老师的心声。这个意义对咱的较早一般顶的这个小的歌曲啦拢迄个抒情歌曲啦，我爱你啦，你爱我啦还是啥物件啦讲这物件。但是伊这每一句，就是拢咧净化人生，每一句，就是拢咧提升咱的心灵，所以咧把真理甲流露出来，安尼啦不可能因为咱今日去这个班厝啦那是透过着咱有讲师透过着咱的领人甲咱讲这个这个道法中间要说结束。不过因为有两种的一种叫做感觉，一种叫做感受啦那食物件咧，甲讲起来讲，我感觉真饱感觉真饱。若听道理安尼讲，我感受了袂歹我安尼真有感受，我感是安尼。所以不离经方面来讲，受持托上处境，乃至于所遇的其他人说，有些地，伊就讲是这个话，受持咱大家有感受有啦因为咱的讲师用遮用心因为道理甲咱分析分析互咱各位大家拢会去感受即个物件因为咱人的修就是这种充电嘛，修的这种充电。我昨阮阮太太迄边一个孙仔买只迄个什么超豆袂晓讲啦迄个只差不410几万啦410几万迄是食电的食电的伊讲开了到家己对一个所在爱充电啦要去爱去充电啦讲去家己充电偌钟啦讲若无充电偌钟就去到台北安尼我即摆咧讲是讲迄个充电啦，就对啦。迄只车若无充电，迄电若无饱伊只车走袂行，你敢知？咱若无充电咱的跑咱的迄种的迄个发袂起来，敢是安尼？咱拢充啥物件？咱拢充是非，充你我啦，充对立啦，咱拢充是非啦，充到规个心拢歹去，你讲知影？但是恁今日道场咧唱时像你甲唱迄个正法，嘛甲唱正理，嘛离佛的八正道内底当中叫做哪？叫做正见，这个正思维，叫做正悟，嘛叫做正业，嘛叫做正念，嘛叫做正精进，嘛叫做正念，最后边仔讲正念嘛这叫做佛的八正道。这个八正道就是八圣道，八圣道就讲，这圣人你白个楼梯，你从这物件先圣人上论。咱今日咱有讲师，甲恁讲遮好道理，伊无离开八正道，无离开八正道啦，无离开这物件，是伊无直接讲伫这八部的内行，但是因伊所讲的这道理，若讲内行、内行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安尼啦。内行人听到咱就知影，你这个讲，就是对心性来讲嘅，叫做哪？叫做无量光无量寿。因为心性的物件，就是爱要光明嘛。心性的物件，若无光明啦，人安怎讲你人生已经黑暗尔。人生黑暗好不好？人生黑暗绝对都唔好，因为是安尼，你人生的黑暗，因为你无充电。你无上什么电？无上正电正能的电，正能量的电。所以你健康嘛是负能
你甲看，咱若毋是咧遮啦，咱一日啊吼，咱一年啊，咱一个月听偌济道理你搞好。今日出嘛，你社会你我看我拢听，上因到安怎啦，上因到安怎啦，东家长啦，西家短啦，是毋是拢听这物件？若去到菜市场，就做一消息拢看倒来，看消息到有恁太太去到市场，恁先生去到市场，看到物件讲，我伫市场听一个讲道理讲够好诶，你就安尼有脑筋来举手我看者，就是恁太太还是恁先生去到市场，我伫遐听一个讲道理讲够好我听，有无？那像有啦。菜市场起来啦，上面什么人发生什么代志？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安怎？心中听遮倒转来。所以，伫迄个当中所听对咱的心情有帮助无？咱听无大紧吼，就安怎？就爱要甲加落有影得对啦，迄个安尼袂使啦，迄安怎咱要做裁判咧？咱要甲人共同咧做业的，你敢知影？各方呢，人不甲你讲呢，讲爱听政府呢，爱听政府啊，什么叫做政府？就是讲，迄个讲出来清真无念的话叫做政府，毋叫做正理，毋叫做政府，毋叫做正心，你或者讲叫做哪三业清净。政府就是讲，伊讲出来话，你上今日去，咱刘讲出来讲这道理，我听你讲的吼，够好。因为对我心情咧讲袂敢啊，但是你来咱上无啥个，听你转，咱上无啥个转，是咱无啥个转，道理都好咧，对不对？我无啥个转你，我说叫做政府嘛，你若不惊听咧，我要烦死嘅，拢讲是非尔，讲安怎，我要烦死，烦会死呢啦。人生上爱痛苦就是烦啊，烦会死人啊，叫做烦死人啊。迄人我无烦死，咱无烦死人。烦死人啊，开始咧烦，咱就困袂去呢。你敢要相信？食饭嘛食袂落呢。开始破病，安尼死人呗，烦死人。但是咱人拢袂晓要甲转迄个烦死人，那么啦，烦恼为菩提，袂晓甲转啊。因为你甲迄个烦甲转去甲迄个感悟，就是你地位起来。所以佛陀讲。六祖讲：一点明无千里暗，一滴就万明万里无。你的地位起来了后，你自信公平了，你的自心，你的自信无污染。人要无污染，你会笑人，毋是人甲你影响的。基本上咱别人嘛无人来影响。是安怎讲？因为你家己无认真发光所以总向照，总向影响你听无？人讲的话，你也当作实，用看你。你的智慧若起来，就是你的智慧有起来，你当分别，这是这是非，你袂向影响去，安尼啦。所以因为佛陀伫金刚经的第14分18话，伊安怎讲？伊讲啥？伊讲欲菩萨心，自发离行过失，如人人暗，即不能所见。欲菩萨心不自发，离行过失，如人有目，人公圆照见真如性。即句话就咧讲，咱的心破暗，甲光明啊。伊讲佛陀安尼讲欲菩萨心，说我要欲菩萨心，其实咱今日当咱修菩萨道，咱道即个心拢叫做菩萨心，对不对？欲菩萨心，听好哦，自发，迄个自就是讲。自在的自，迄个自的解释叫做执着，的解释叫做执着。自的执着嘛，看袂开嘛，放袂下嘛，自条咧嘛，对不对？欲菩萨心自发的自条咧，你袂消化啦，执着条咧啦，安尼啦。如人入暗，就参了一个人入去一个暗室内底，即个人所见，你咧受牵的落啦，牵的就是你无快嘛。第二句话就安尼讲，自不自，欲菩萨心，讲这个菩萨心，不自发离行过失，你不自无执着，安尼条啦你无执着，就今日你会当通明，你无执着。如人有目，就参照一个人有目睭，日光明照，就参照这个日光出来，见种种色，
叫做啦，叫做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啊，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但咱修道分明有无？咱修道清楚无？咱有清楚无？因为咱有阵时愈听愈复杂呢。哦，愈修愈无明呢，你已经出问题。毋是倒出问题，人听得公平，人听得欢喜，硬硬听啊，听到倒就倒落去，咱有悲哀无？问题出伫对个所在，毋是出伫工资，毋是出伫道场。就阿弥拄仔讲，到底是迄个单数的问题，还是迄个太太的问题，还是迄个问题？安尼听有啦吼？因为拢毋是问题，多你的问题。啊，你今日咱听的欢喜，咱听袂欢喜是别人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所以是咱的问题。你今日听欢喜，这是你得着；你听无欢喜，你失着，和别人无关系。安尼怎样？你听会快乐，你对家庭会快乐幸福，当然你得着嘛。啊，你听到尾啊，你流人间对到底，对你家庭无帮助，是毋是你失着？迄个物件就是讲，一件代志出来了后，但是咱免甲杀会着，咱免甲杀会着。人一句话讲，你若免甲杀会着，靠你咧食补药，有一句话无？啊，现在规日食补，就是讲，因为即个叫做啦，即叫做真理者、实理者、如意者、不公理者，就佛家讲，即个物件是绝对会当互你改变你的命运，会当互你超脱你所轮回，是因为你无迄个功夫来遐个物件。啊，咱听遮久啊，愈听愈无信心，愈听咱的自心愈袂明。啊，这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咱的自心开始因为道理听无够，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你听捌道理，听捌道理都听无够，了后你的心袂欢喜，你愈听愈艰苦，愈做愈听愈无想要出来，愈想要出来，你有相信无？因啥你有想要出来？因为你听无物件，我即个物件若听得清清楚楚，迄叫做哪？迄叫做法器。较早阮老爸仔甲讲，是好像你永远莫爱去听道理啊！我咱少年吼，咧做木材吼，啊，伊是变人个是大听的，永远是要叫我去听道理，迄个听着开始烦，只要听着开始烦，啊，接着开始要拄久啊，你听咪吼，啊，你听着道理，啊，所以呢，伫迄个时阵，你若甲讲伊就甲伊念，叫你去听道理，迄几年啊，念我几落，啊，食饭都点要念的吼，迄个是袂舒服啦，嘛拢甲讲好啦。但是讲啥，我就走去甲你去啊！啊，你再无去听，啊，我都有代志出去。所以用英文，迄根本上，迄家己袂主动，家己袂欢喜，袂欢喜，你竟然出来袂，你竟然袂出来，你命运改变袂无可能。啊，所以自过去，阮老爸甲我讲，阮爸爸听到袂欢喜咧，我愈听愈痛苦，愈听愈痛。啊，当然啊咧，听无明个，太听欢喜。听无明的听袂法理啦，无明就是讲，因为你听的物件叫做逆耳，逆你愈听艰苦，安听啦？啊，你听法理就是因为你叫做顺耳，顺逆叫做逆变清净，你开始会当听法，开始当听法，迄无简单，你听无？迄真正开始要变成对下顶人咧到中顶人，到进到上顶人啊，迄开始有走听法人。你家己我听经典，咱听会着，你别项听会着啊！你真正是无上人啊呢！如来是为法大成正说，为法最上乘正说。若有人受持托上此经，如来实理是人，实见是人。如来知影后，这个人会当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一边、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人才伟大哦。后边有人讲。如是人顶，这个人会当学当着如来阿弥陀佛什么什么的，或者继续，这个人当学当如来来业，这毋是叫做上上人嘛？过去咱这边菩萨嘛是用对下顶去修起来，咱这就是咧开始行这路线。咱对下顶咧到中顶到上顶咧，咱开始听经典就是进入上顶人。后边有人讲，说的。若落小者，即叫目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即无此经不能听小读上面解说。
金光经的15分内底当中，你讲看是毋是这段？好，热消化就是讲，你今日去道理听袂？你惊爱听一寡迄路边新闻，迄离离可可遐，你爱听迄个是，迄个离离可可是为迄世界歹物件。迄对你心性嘅一点帮助拢无。伊安尼来讲，即用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无处境不能听修读书，即个无自己拢听即个物件。为人解说，嘛袂使讲解说，伊安尼讲，伊毋捌要解说，对不对？咱讲讲一毛民众嘛，向前方路远。所以今日咱现在真正诶人，是咧对小乘靠中性要救大乘，换一个解说，咱是替弥勒做事业，你啊，你传这福音，嘛要传这阿弥陀佛三宝三宝。你若看见你家己，你毋是一般顶诶人，因为你我听法诶人，无简单。所以今日去伫遮非常认真，啊嘛咱好势，咱每一个月啊一厝诶即个课余班吼，啊当中咱逐个当互相来遮勉励，跟人讲起讲，逐礼拜逐个月会当来遮唱个电，唱个叭安尼听无？互咱诶自信，互咱诶自信会当公平，这好无？这是够好诶吼，迄人无还好诶吼。对不对？这毋是外口有钱当买的物件吼。我拄则讲的，你去菜市场无当听这个物件，你去对一个所在无当听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你对一个所在当听，不当，是毋是安尼？哦，不当当听这个物件，啊，不当听就是无咱生活的一个所在。啊，所以咱今日哦，这个非常的给啊嘛感谢咱哦，迄个刘电师吼，啊，以这个台北啊，帮咱开一班吼。啊，咱各位见在顶，大家都好气。最后祝福咱各位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谢谢。恭喜起立。感谢父贤慈悲，前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我们再次感谢父贤慈悲。哦，谢谢。但是每一个人私人主义，你这个平安果吼，啊嘛叫做哪，叫做活果啊，活果啊吼。当然，因为这个果吼，我想讲，咱若去市场啊，买一堆足济，但是你而且买这，因为这是经过那个人才去市场买的，啊，经过这人才做工清洗，啊洗得较白去。啊，白天咧用6个人食，吼，啊，搁伫即个老母娘啊，做事也护持，加即个道场甲献去以后，啊，咱办解说，啊，互咱去倒去食平安，食身体健康，吼，安尼好无？好，你市场有当买，分果这是有当买，啊，是恁今日去办哪有人啊？谢谢父贤。我们就可以。各位前贤，咱今日帮你到家给环境。祝各位前贤身体健康，法喜充满。那今晚这回来第一班，新义神元山义和圣堂合成单位110年度启会班圆满闭班，感谢上天慈悲，前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父贤慈悲鞠躬，感谢点恩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父贤慈悲鞠躬，感谢点恩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那今晚这位来上神会。
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辞教前人1鞠躬，送轿护前人1鞠躬，送驾点坛是1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辞教前人1鞠躬，送轿护前人1鞠躬，送轿点坛是1鞠躬。各位前人啊，谢谢，前人再来拍一个，护前人家。感恩，谢谢。